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於2012年推出香港中學文憑考試，提供寬廣、靈活及多元嘅科目選擇，為學生喺學術、職業及語文發展奠下基礎，並培養佢哋對科學同科技嘅興趣。多年嚟，已有數以十萬計嘅考生參與文憑試，憑住呢個重要嘅資歷，於本地與海外繼續升學或就業。文憑試資歷於全球獲得廣泛認可，考生可以用文憑試成績報讀數以千計嘅非本地大學同院校。呢啲院校嚟自英國、澳洲、加拿大同美國等熱門嘅英語升學地區，以及亞太地區與歐洲嘅院校。其中喺6個歐洲國家同埋印度，香港中學文憑已獲官方機構認可，作為升讀當地高等院校嘅資歷。亦有接近200間內地大學直接以文憑試成績取錄本港學生。考評局定期進行基準研究，比較文憑試英國語文科成績與國際英語水平測試 IELTS 嘅水平。研究結果顯示，文憑試英文科3至5星星級成績大致對應 IELTS 嘅6分以上至8分以上。文憑試設有3類科目，除咗4個核心科目，考生一般會選讀2至3個選修科目。選修科目嘅設計兼顧咗多項相關因素，包括內容嚴謹、學生需要及科目之間嘅關聯等，為學生提供多元嘅科目選擇。考生可選擇以中文或英文作答大部分嘅科目，彰顯香港語文教育嘅2文3語獨特優勢。甲類科目採用水平參照制度嚟匯報考生嘅成績，考生嘅表現以5個等級嚟匯報，第5級為最高。為進一步區別較優異考生嘅能力，喺考獲第5級嘅考生中，表現最優異嘅考生會獲5星星級，隨後表現較佳嘅考生則獲5星級。各科目均設有一套等級描述，說明達至有關等級考生嘅典型能力水平。教師可以藉住等級描述，了解如何協助考生邁向更高水平。亦可讓大專院校或僱主更清楚了解不同水平考生嘅實際能力，以作出更合適嘅甄選決定。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嘅成績匯報只設達標1級，成績喺達標以下則以未達標標示。除咗公開考試，部分甲類科目設有校本評核，由科目教師評核學生嘅表現，有關分數將計入文憑試成績。校本評核把學與教及評估結合起嚟，亦更全面咁樣評核學生嘅表現。乙類應用學習課程涵蓋數十個科目，配合不同學生嘅職業發展志向。有關科目嘅成績以3個等級匯報，達標並表現優異1嘅表現水平與甲類科目第3級相若，達標並表現優異2則與第4級或以上相若。文憑試亦配合社會促進國際化與共融嘅發展方向，引入其他語言科目考試，以提升學生嘅多元文化意識，並裝備佢哋日後喺本港或者海外升學。考生需應考由相關官方機構喺香港舉辦嘅指定語言考試，考生成績若達到指定嘅最低語言能力水平或以上，便會列入文憑試丙類科目成績。文憑試嘅不同階段均設有嚴謹嘅質素保證措施，包括以網上評卷嚟提高閱卷工作嘅可靠性同質素。網上評卷系統有助實時監察評卷嘅進度同結果，同時亦方便檢閱答卷，以便處理成績複核及研究。系統亦有助識別評卷過程中嘅異常情況，盡早作出更正。考評局嚴格執行質素保證框架要求，致力維持文憑試嘅專業水平，確保文憑試得到各界認可，持續改善，維持卓越水平及符合規範。